来是政府大力咧塞这个行动支付，结果有平民的媒体来曝光，用这个行动支付来立罚单，至少有4000万的手续费，拢是由全民来负担。行政院出面来说明了，讲这是假新闻，讲这行动支付根本袂使立罚单，也就是讲政府并无来吸收到罚单的手续费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面册顶面有一张相片，伊伫平面媒体报道顶面登一个假，讲全民倒立罚单的手续费是谣言，行动支付无包括罚单。行政院发言人嘛赶紧出来讲。我们也再次的呼吁媒体必须要自律，任何的报道都应该切实的查证。 原因是因为交通违规的罚款，不管是用现金、信用卡，还是行动支付纳钱，手续费本来就是银行爱吸收，也毋过伫银行拒绝吸收后，107年12月70，国发会找14个公务机关来讨论，决议讲各公务机关编的预算支应相关的手续费，今年若无编的，明年度应该确实编，比这个讲全民爱替因揽。你们仔细的看那份公文，有没有出现罚单2个字？ 完全没有，它只包括各个形式的规费。连台北市政府嘛伫问讲，敢讲未来罚单的手续费真正爱地方政府来揽？就是说，这个是看起来哦，其实是新北市自己举一反三提出来的疑虑。为着澄清，国发会伫苏贞昌面册铺出来了后，嘛发新闻稿讲交通罚款用信用卡手续费未要求地方编预算来支应。 澄清无回复地方政府的反应造成误解。另外，非洲地这罚款，防检局嘛表示讲，也未产生手续费，就算有，嘛未好全民来揽。